9月26日星期五，有識之士 Danny 生日快樂。9月26號發生嘅事係香港藝術館呈現香港藏真香港三大古書畫收藏展覽，首次俾三大世界級保護，包括有已故本地收藏巨劉作籌建立嘅虛白齋、何耀光嘅智樂樓，仲有李榮森嘅筆書堂同場亮相。展覽精選咗93組橫跨唐代至清代，享譽中外文化嘅傳世瑰寶，見證咗香港收藏界嘅輝煌時代。唔知你有冇睇過呢一類型嘅收藏展覽呢？ Naby 係冇睇過嘅。今年想對 Danny 講嘅嘢係 Naby 突然發現你係同比對話得最多，然後又係對話得最有規律嘅有識之士。因為由你第一次開始同比會員1對1通話，直到今時今日咁樣，已經4年過去，都風雨不改咁樣。平均每2個禮拜至1個月，點都會傾一次咁樣。係因為有時可能叫咩？有時有啲其他會員忙之類，就中間點都會甩咗少少傾唔到，或者係可能有其他更加想關注留意想做嘅嘢，都會開始越傾越少。但係呢4年半期間 Danny 就係風雨不改咁樣嚟睇台啦，之後又通話，然後以前有一啲線下活動嘅時候，都每次都會出席。只要有比分就會出席，例如 RG 嗰啲咁啊。係啦，所以都而家諗返都覺得好感動，好多謝你一直都喺度。雖然今日意外回顧返以前21年嘅直播，發現你竟然有喺直播度叫呢個比做拉比 BB。 好可惜我哋已經進入呢個識得太耐嘅狀態，應該係唔會再聽到呢啲稱呼。但係而家咁樣相處都叫舒服，所以都冇啲咩問題咁樣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之外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，拜拜。